你能唔能夠相信一個659尺嘅3房單位，居然可以變成4個房間？今次用一個空間變出客廳、飯廳、客房、工人房，你仲以為閣樓設計淨係啱細單位？一齊睇下點樣升呢個空間啦！今次介紹嘅單位係港島南岸海盈山，位於黃竹坑地鐵站上蓋，直達 Southside 商場，交通同埋生活配套都非常方便。單位面積659尺，原則為3房1廳，戶主係一對夫婦，連同工人姐姐一齊居住，子女就會不定期返嚟暫住。設計師今次又點樣幫佢哋做空間規劃呢？海盈山呢個單位呢，原則係冇劃分到工人房嘅，加上廚房係開放式嘅設計，令客廳整體睇落去會比較窄。我同戶主傾過之後，決定將頭房打通，一部分嘅空間納入客廳，令原本打直嘅客廳橫向延展開去。下部分連接開放式嘅廚房，自然過渡成為飯廳嘅空間，大大提升整體空間感同實用度。設計師利用玻璃趟門加木條屏風，為客飯廳營造出自然分區效果。改動之後，原本只係得一個大廳，而家變成真正意義上嘅客廳加飯廳。不過打通咗一間房，會唔會犧牲咗仔女返嚟住嘅空間呢？而工人姐姐嘅房間又點安排呢？不過可以放心，呢啲都只不過係小問題。等我話俾你聽點樣去拆解啦。我將原本嘅頭房上下分層再規劃，下層變成客廳電視牆嘅位置，上層作為客房用途，充分運用3.15米樓底嘅優勢，一個空間雙倍功能。至於工人姐姐房，我哋將佢巧妙地藏喺書台上方，外表睇落似一個高身櫃，實際係一個隱藏嘅休息空間。樓梯用暗門處理，靜靜地收起唔阻位，做到功能、私隱、整潔3方面都兼顧。除咗空間嘅改動，今次喺設計嘅風格上，我哋都作出咗一個大膽嘅嘗試。全屋以木系色調混合酒店風為主軸，大量採用木材，營造自然溫和嘅基調，再配搭金屬元素、夾絲玻璃、岩紋飾面等等嘅細節，帶出低調奢華嘅層次感。設計亦都加上唔同嘅弧線造型，例如波浪形為身、弧形天花、圓弧櫃組等等，喺細節之中提升空間高級感，令到成個單位既柔和又有設計感。空間有限，但係品味無限。想打造屬於你嘅理想之家，嚟我哋起設計灣仔旗艦店下一個圈，可能就係你家居夢想旅程嘅第一步。我哋都作出咗一個比較大膽嘅嘗試，好大啊！熱到咧〜